后宫中，只有皇上敢上皇后的床。可他什么时候跟杨言学会凌波微步了？皇上，你怎么来了？你快要临产了，我还是放心不下。虽说你曾把我的东西都搬了出去，可我人是活的，还不是想来就来。皇上，你是不是病了？要不要找太医给你瞧瞧？我只是想来看看你。你放心，我会把你的孩子生下来的。我要的是母子平安。快把太医叫来！张太医，张太医，张太医啊，您这边请。哎，来了。刚才娘娘不小心绊了一下，您快看看有没有事啊？哎呦，微臣给娘娘请安。我今天不打你，快点！娘娘的孩子安好，估计这2年就要生了。娘娘再让微臣给您看看吧。啊！看他们什么看？信不信我拍死你？哎，别！哎，娘娘别！微臣告退，微臣告退。哎，告退。哎呀！丽丽，我还有件事情依然放心不下。你去准备一些珠宝，帮我打点一下侍卫。今晚我要出宫一趟。鹏鹏，快请坐。这么晚，为何？到底发生什么了？不知久亡，还记得你给鹏鹏的承诺？鹏鹏是为了此事。这个孩子马上就要出生了，现在我是坐立不安，夜不能寐，生怕他有什么闪失。鹏鹏大可放心，对于本王许下的承诺，历历在目，字字在心。我不想像现在这样婆婆妈妈的，可是，到底我要怎样做你才放心？我不知道。九王，今日便可赐死我，如此你便可以放心了吧？
我信了你。鹏鹏，这次你当真信我？你为了我，连命都可以不要，更何况是皇位。本王永远和你是一条心的，只愿你永不负我。我不是一个不重情义的人，我知道我欠了你太多太多的恩情，这一次更是没有办法还清。你我之间还谈什么恩情？我对你的心意，你难道还不了解吗？我了解，但是我没有什么是能给你承诺的。我不需要你为我承诺什么，只要记住我为你做的一切。记住，我便心满意足了。哎呀，怎么办呢？哎呀，这，皇上，皇上，要生了，你们怎么还在外面？罪臣在此，罪臣怕惹娘娘烦，就出来了。朕进去看看。哎，皇上还是不要进去为好，人多了不利于生产啊。他进去多久了？约2个时辰了。朕问你，朕听人说，生孩子比身上挨刀伤痛10倍，此话当真？微臣认为是20倍。太他妈疼了，还要几百回啊！娘娘，娘娘，使劲儿啊！娘娘，娘娘你用力，娘娘。有什么办法可以解痛？皇上恕罪，罪臣确实无计可施。从古至今，千万人都要经过这生产的阵痛才能生子啊！大胆！朕的皇后岂能和寻常孕妇相提并论？朕命你速速想出办法，解除皇后的疼痛。微臣遵旨，微臣遵旨。使劲儿啊！娘娘，使劲娘娘，哎呀，不够了，娘娘，大血了！娘娘，使劲儿！娘娘，来，我们一起把它拔出来，使劲！1、2、3，哎呦！你们倒是想办法呀！鹏鹏，你受苦了。你生产的前一刻，屋子里没声了，令朕着实担心。都喊得没力气了，哪儿还喊得出声啊？生了皇子，你爱吃的那些孙，也算没白吃。生男生女，对我来说都一样，只要健康就好。你见孩子了吗？眉眼很像你。那我就放心了。要是眉眼像你，生出来还得带他去韩国整容。你这些胡言乱语，可千万别交给孩子。
娘娘，自打您生了小皇子以后呀，就变得越来越有女人味儿了。今日是小皇子的百日宴，您一定能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。你行了啊，少跟我提什么女人味儿。我不过就是生了个孩子，我的心啊，还是个纯爷们儿。娘娘，您和皇上真是越来越恩爱了呢。前一阵子刚送了一个荷包，今日又要送一个。这个荷包不是送皇上的，这是送九王的。啊！您为何要给九王殿下送荷包啊？宝贝儿，一个人想过上安稳的生活，总想着靠别人是万万行不通的。关键还是要靠自己运筹帷幄，才能掌控大局。所以，九王这条路是万万不能断的。可是娘娘，您不是已经生下小皇子了吗？在后宫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呀，为何还要联合九王殿下呀？君子之道在于制衡，单靠我们张家的势力，在朝中是什么事情都做不了的。而加上九王和他背后的力量，我们就有了拼的资本。齐胜再想对我们做什么，就得好好想想了。娘娘，绿丽明白了。皇上吉祥，皇上吉祥。皇上，奴婢给您倒杯茶吧。哎呀，不必了，朕不喝。是。站住！交出来。交出来！下去吧。今日是小皇子的百天宴，朕特来接你一同前往。不知道皇上给孩子准备了什么礼物？无价之宝。无价之宝。朕思前想后，觉得这个字甚好。啊？这是名字？这个是念景吗？都是做母亲的人了，为什么还是一点长进都没有？这个字念浩，齐浩，以后小皇子就叫齐浩。哦，起名这么大的事儿，你一个人就决定了啊？你去问问，谁认识这个字儿？只有你不认识罢了。你这样是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。皇上啊，依旧一副冰山脸，人家那么美，他都不看呢。你这一脸烂包，皇上怎么可能会看呢？我们还是做一个嗑瓜子儿的安安静静的美女子。老二，你可不能再像那断了线的风筝似的，一天到晚四处瞎混。告诉哀家，你那根断了的弦何时才能连上啊？断了的弦该怎么连？我的情伤还未痊愈，不敢再谈情说爱了。皇祖母，希望您能谅解。你说你好好个孩子，怎么就为那么个狐妹子？老九，
你年纪也不小了，到现在还不娶妻。哀家问你，可有看上的姑娘？回皇祖母的话，孙儿并无意中人。唉，哀家这辈子啊，阅人无数。刚才问你的时候，你脸都红了，怎么可能没有？告诉皇祖母，是哪家的姑娘，哀家替你做主。皇祖母，孙儿确实没有意中人，等有了，一定会让皇祖母先知晓。鹏鹏，来，到哀家这边来，哀家有话要问你。皇祖母，什么事啊？你说姓杨的这个臭小子，都已经结婚了，他怎么还不放过我的乖孙子？你该不会是怀疑他们俩搞 gay 吧？什么是 gay 啊？段秀琴，我看像。哎，我跟您说吧，他们两个真的是特别好、特别好的朋友，直的都不能再直了。我偷偷告诉你吧，那些天我还在青楼碰到他们了呢。哎，那哀家就放心了。哎，鹏鹏，你为什么去青楼啊？皇祖母肚子疼。哎呀！我们去给皇上敬酒。怎么回事？皇上，我们来敬您酒了。皇上，请喝。哎，皇上，九哥，尝尝我的你干嘛去啊？来嘛。哟，九王，老地方，又见面了。是啊，好巧啊，这茅厕简直就是我们的福地呀。鹏鹏，这是我送给小皇子的礼物，我希望亲自交到你手上。太精致了，九王，破费了。这虽然是我送给小皇子的，但是却代表了我对你的心意。这个送你。我知道，你怕我有了孩子以后心态就变了。我只想让你知道，我不是一个心猿意马、朝三暮四的人。在江北时，是谁落井下石，对我痛下毒手？又是谁挺身而出，带我逃出升天？这件事情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。鹏鹏，我确实有过不放心，但是现在看来，是我心胸狭窄了。所以我把这个荷包送给你，代表我的心意，希望你能明白。娘娘，你怎么出去了就不回来了呀？皇上找了。咱们现在就回去。哎呀，历史真是惊人的相似。上一次，咱俩就是在这儿打的他。娘娘，您这次是不是还要打他？您放心，奴婢绝对不会坏您的好事儿。哎，咱们这次不打赵王了。不打赵王了？那我们打谁啊？你个小丫头片子，年纪轻轻，整天想着打人。咱们这次啊，谁也不打了。
娘娘，娘娘，这次可别打我了。不打了，不打了。当真？那么今天我们只动口，不动手。我还有好多话想跟你说呢。坐。怎么了？这是又想僵尸了？今天皇祖母还提起你续弦的事儿呢。续弦续什么弦呀？我已经看破红尘了。不就是一个僵尸吗？啊，看把你给整的！再说了，你不是说你已经看破红尘了吗？为什么还拿这个酒瓶子灌自己啊？我没有拿酒瓶子灌自己，这只是一个摆设而已。我是觉得可惜呀。可惜什么？可惜呀，太可惜了！我那么英俊潇洒、高大威猛又那么帅气的男人，居然看破了红尘，你让那些一般人怎么办呢？哎呦，怎么活呀？你还真是传说中的自恋狂魔呀！这正是我多年来的心头苦啊！兄弟啊，你的苦我都懂。你现在是属于失恋的中期，嘴里不说，心里难受。咱们今天就把这些不痛快的事情都清清楚楚地说明白了，不就是一个臭娘们吗？臭娘们，你这句臭娘们骂得太解恨了，你真是我的知心好姐姐呀！知心大哥，知心大哥。九哥，这么丑的荷包哪儿捡的？这是你口口声声称作女神的人亲手做的。哦，丑是丑了点儿，但丑的有特点，有风格，简直独一无二，仅此一家。九弟，你该同朕喝上一杯。皇上恕罪，今日是小皇子的筵席，理应向皇上请一杯酒，实在是小弟的不周到了。九弟，是三哥对你不周。皇上何出此言？三哥一直忙于朝政，把九弟的婚事都抛在脑后。听闻有几个藩邦公主，不仅貌美如花，而且琴棋书画样样精通。朕找机会介绍给九弟如何？回皇上，婚姻之事确是大事，还请皇上容九弟思索几日。朕是开玩笑的。皇兄，九弟先干为敬。怎么我去了一趟厕所，这里就充满了一股火药味儿？这是战争一触即发呀！绿丽，你看出什么情况来了？绿丽，绿丽还在凉亭里睡觉呢。娘娘，什么情况？奴婢，赵王，奴婢，怎么了？奴婢把赵王给打了。
妈，赵王再没权没势，好歹也是个王爷啊！他是齐胜的哥哥，皇祖母的亲孙儿。哎呦！奴婢在亭子里醒来的时候，突然看到眼前站着一个男人，吓了一跳，就……宝贝儿啊，以后咱打人不打脸啊，打屁屁好不好？娘娘，男女授受不亲。这回别人问起来可怎么说呀？哎呦，不过赵王呢？出去这么长时间，怎么还不回来？啊，也许是喝多了，在哪儿睡着了吧？李公公，去看看，别在外面睡着了。要是真睡着了，就把他扶回府里，别染了风寒。是。来，哎，轻点啊！哎，皇上驾到！皇上，Oh my god！ 你今天喝了多少酒啊？这么晚了，你来我这儿，该不会是要看浩儿翻身的吧？朕是来找你的。这样的荷包，你到底做了多少个？天哪！他不会是发现我送给九王的荷包了吧？这样的荷包，我一共做了2个，一个给了你，另外一个，另一个是谁？也姓钱。是浩儿。不然你以为是谁啊？荷包这种东西，怎么能随便送人呢？皇上，后宫的娘娘们看到了我给浩儿绣的荷包，都可喜欢了，这都成了宫中的爆款了。朕问你，今晚你为何那么晚才回延禧？你在外面遇见谁了？皇上，赵王是奴婢打的，奴婢以为赵王要轻薄奴婢，所以才跟娘娘没有关系。你还见了赵王？我和赵王是偶遇的，赵王太可怜了，我就安慰了几句，还不是因为姜氏的事。快让我见娘娘！
娘娘，皇上派了奴才和另外2个人来，要杖杀绿篱。我就觉得今天这事儿没完，一直提心吊胆的。皇上回到大明宫，就把茶碗瓷瓶全都摔了，像是还不解气，就突然要下令杖杀绿篱。娘娘，您千万要救救绿篱，奴才没有能耐，除了报个信儿，什么也做不了。要是绿篱没了，奴才也活不了了。别慌，都别慌，让我好好想想。娘娘，这本就是奴婢惹的祸，奴婢自该去领罪。娘娘再也不可为奴婢和皇上起争执。只是以后没有奴婢在您身边，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，不再倔强，不再自苦，不再……停！强公公，如果我能保住绿篱，你可否愿意帮我？娘娘，您说，一会儿你一定要好茶好水的招待好那2个人，把他们死死的扣在我宫中。如果问起来，就说我还在睡觉，一切都要等我睡醒之后再说。娘娘放心，这点抹杀人的本事，奴才还是有的。绿篱，赶紧收拾东西，跟我出宫。娘娘，你不是要带着我私奔吗？你想得美！赶紧跟我走，这事儿不光是为了你，也为了我自己。皇后娘娘，赶快去把赵王给我叫出来。皇后娘娘，赵王现在不能见你。让开！皇后娘娘，皇后娘娘，你现在不能进去。让开！你不能进去。皇后娘娘，皇后娘娘，赵王，参见皇后娘娘。别跪了，赶紧去把你家主子叫出来见我。赵王殿下昨夜里宿醉头疼，身子还未缓过来，实在是无法见人的。少跟我来这套！什么宿醉头疼，就是不想出来见我。赵王，赵王，你要不出来，老子把你这里拆了！赵王，让开！皇后娘娘，你不能进！让开！你不能进！别跟我家娘娘！你不能进！皇后娘娘，你不能进！别跟我家娘娘！别跟我家娘娘！我自己来。你，好啊，让老子挨个房子找你。哎呦，娘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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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您不能去呀！赵王啊，赵王，怎么还不出来？太不把我放在眼里了。你织个面纱干嘛呀？怎么才来？还不是你的好侍女绿篱祖宗的杰作，我算是毁了相了。您还偏偏这个时候逼我出来见人，脸上挂个彩而已嘛，哪个纯爷们脸上身上没道疤呀？这叫有男人味儿。我很有男人味儿，并且我还是个纯爷们儿，不需要靠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来伪装自己。你纯爷们儿？纯爷们儿为什么还会做出那种蝇营狗苟、卑鄙虚伪的事儿啊？我做什么了？我做什么了？我做什么了？说吧，这事儿怎么办？这事儿，嗨，没事儿，我是纯爷们儿，不跟女人斤斤计较，我这点小伤过些时日就好了。皇后娘娘不必担心。我担心个毛啊！我是问你，你坏了我侍女清白这事儿，该怎么办？我，坏了她的清白。晚上的时候，不是你在凉亭里坏了她的清白吗？不然你脸上的那些伤是怎么来的？我脸上的疤是我自己挠的，行了吧？我认栽。娘娘，这事不怨赵王殿下，他喝多了，做了什么，恐怕自己都不知道了吧？千错万错都是奴婢的错，是奴婢没有拼死抗争，才出了这样一个结果。这丫头的清白算是让你给毁了。
皇上今天就派人来我宫里了，说是要杖杀了他。哎，娘，咱平时关系也不错。到底怎么回事？您想让我怎么着？您直接跟我说。娶了他。娶了他？娘，您要是让我去帮着求情，我二话不说，我现在立马就去。可是您让我娶了绿篱，这恐怕这情你是请不下来的。你丫是个二婚，你前妻是个绿茶婊，你能找着绿篱这样的好姑娘，不算亏了。反正今天您算是讹上我了，娘，您这实在是为难臣呐。这事儿呢，就算你帮我个忙，我承你个情，日后咱俩指不上谁能求上谁呢。若你要视而不见，绿篱死了，我给他拉个垫背的。那您这是在威胁我的性命了？你是个王爷，我能拿你怎么办呢？哎，不过这幽兰殿里好像还住着这么一位啊。你说我要对他做点什么，也不是什么难事儿。嗨，娘，这个我恨他恨得入骨，我为什么要为了他的生死而为难自己呢？既然如此，那咱们也没什么可废话的了。告辞。走。哎，我答应你。太皇太后驾到！你们怎么还不跪下？快，跪下！快！你们这是干什么呀？大半夜的都不睡觉，赶紧都起来吧。这是谁呀？打扮的如此怪异。啊，绿王。绿王。啊。赵王有事儿找您。老二啊，这面纱怎么能是你戴的？你说你堂堂一个7尺男儿，整天打扮的娘里娘气，就算是你有特殊癖好，你也不能自甘堕落、破罐子破摔啊！回皇祖母的话，孙儿由于积郁成疾，内分泌失调，脸上起了疹子。老二，你何时才能不再为姜氏的事情伤怀呀？回皇祖母的话，孙儿的情伤并非因为姜氏，而是另有其人。谁呀？哪家的姑娘啊？她的名字就叫做绿篱。啊，皇祖母恕罪，都怪鹏鹏没有看管好自己的侍女。此事都是臣的过错，怎么能怪皇后娘娘呢？哪里，希望皇祖母成全。何错之有？哀家高兴还来不及呢。哀家正在为老二的事情伤怀，老二自己就把问题解决了。哎呀，绿篱，平身，抬起头来。哎，这丫头不错啊。绿篱姓绿，又爱穿绿衣服，老二爱戴绿帽子，他们俩是绝配啊！是啊，他们俩都绿到一块儿去了。皇后娘娘，老二身边也缺个提己的人，要不你就把这丫头赏了他。既然皇祖母都已经开了金口，赵王又喜欢这小丫头，我就答应了。好，哀家明天就宣旨，把绿篱纳给赵王为妻。绿篱这身份是不是也低了点儿？从明天起，就是如人之位吧。谢太皇太后恩典。起来吧。起来。皇祖母，绿篱呢是侍女出身，所以我恳请皇祖母能不能把绿篱放在我身边多待几天，再学习学习。老二不急，哀家是无所谓。老二，你怎么看？皇祖母，不急，不急。
娘娘，你可算回来了。绿篱算是保住了。奴才就知道娘娘足智多谋，是用了什么法子？强公公，我对不起你。我让皇祖母把绿篱赐给赵王了。那不是一下我插在了，哎呀，为天便是赵王。要不是娘娘放下脸面想出这个法子，我现在只有死路一条了。我当然是希望你活着，只是你出去一趟再回来，就成了赵王的人，我一时半会儿接受不了。我先去茅厕鼓会儿。强公公，办完正事再哭。是。你去告诉皇上派来的那2个人，据说绿篱已经被太皇太后赐给了赵王，要杀要剐，管他老人家要去。是，娘娘。好好的绿篱，怎么就上了赵王的贼船了呢？你喜欢小苹果吗？你说天上的星星，哪一颗是你，哪一颗是我呀？赐了婚。皇上，昨天晚上实在太晚了，没来得及禀报皇上，皇上恕罪。他的手段可真是够高明的。皇上，不管怎么说，皇后娘娘的贴身侍女没有受到处罚，皇后娘娘一定会感激您的。难道他真以为朕要杀人？皇上，你当时下旨的时候是这么说的。朕只是想让他来跟朕服个软，他竟然不惜一切代价去求这个求那个，就是不肯来跟朕认个错。最让朕心寒的，莫过于他竟然不懂朕的心。绿篱赐婚，你哭什么？想他没哭，想他昨夜偶感风寒，难受。皇上，您出来看到这些花花草草的，心情是否好些了？不好，现在连个懂朕的人都没有，朕如何会好？走，去幽兰殿。是。
妾身给陛下请安。免礼吧。妾身与陛下真是许久未见。妾身看陛下气色郁结，不如妾身为皇上泡一杯茶，帮您通经活血吧。不必了，朕只是路过此地，歇歇脚便走。最近陛下可是因为政务而劳顿，妾身看陛下精神确实欠佳。陛下为了政务，恐怕只会劳顿疲惫而已。现如今，陛下脸上却写着烦躁不安，恐怕是为了一个情字吧。你以为你有多了解朕？不要自作聪明。妾身如果说错了什么，还请陛下不要怪罪。妾身不过仗着与陛下10几年的相识，妄自揣测陛下的心意，想要帮陛下排忧解难罢了。那你倒说说，朕所烦心的是什么？人为了情，无非就是2种：爱别离和求不得。我猜陛下是求不得。人啊，总想着那个不想自己的人，没想到，到最后最懂我的人还是你。他若能像你一样善解人意就好了。妾身从前做了许多错事，现在已经幡然悔悟，别无他求了，只希望能陪在陛下左右，帮您解忧。偶尔的你，倒是能为朕排忧解难，这倒是好的。只不过以你现在的身份，恐怕……妾身甘愿降为婢女，侍奉在陛下左右，以后陛下再遇到这种烦心事，也好有个说话的人。好，既然你说了，朕便答应你。谢陛下。怎么了这是？奴婢刚刚看奶妈给小皇子喂奶，小皇子哭得那个凶啊，一定是在说我想父皇啦，我想父皇。奴婢突然想到，皇上都2日没来兴圣宫看您了。我也是醉了，孩子那么小，除了吃就是睡，懂什么呀？我总觉得是奴婢害了您。要不，我想办法帮您制造一场偶遇吧。皇上驾到！不用了，自己找上门来了。皇上，您找什么呢？我这儿可真没藏人。每次到你宫中，总觉得少了些什么。朕刚才去了幽兰殿，才发现。幽兰殿里总是点着各种熏香，而你这里，不是卤肉味，就是榴莲味，实在是目不忍视，鼻不忍闻啊！您说了这么多，就是想告诉我您去江妹妹那儿了。她过得可还好？她面色红润有光泽，朕看见她，心情就舒畅了许多，无需你挂心。齐生啊齐生，你这种低级的手段，小学生泡妞都不用了，幼稚！你使了什么手段，让赵王答应了娶绿篱？我使手段有什么用啊？当然是我们绿篱聪明大方、美丽动人，
赵王才会被绿篱给迷倒了。我不过是做了个顺水人情罢了。他的命就如此重要，让你不惜与朕作对。重要。我保的不仅是条人命，还有我的良心。良心？你对朕可曾有过良心？且不说良心，你对朕可用过心吗？我这人做事一码归一码，对我好的人，我都会用心回报。你这是说朕对你不好？张鹏鹏，从今日起你……禁足是吧？我懂。您回吧，禁足这种事儿，我自己办就行。张鹏鹏，终有一日你会后悔的，朕要让你尝尝生不如死的滋味。娘娘，皇上那边这几日都没什么动静，事情想必就这么过去了吧？你还在愁什么呢？你那件事儿算是过去了，不过这几天啊，我又想明白了另外一件事儿。什么事儿啊？齐生那天故意说他去了幽兰殿，这就说明他要动张家了，也要动我了。很可能先是废了我皇后的位置，让姜氏来取代我。娘娘，那天奴婢一直在，没听皇上这么说呀。听话要听里面的意思，不是来听热闹的。这些天我一直没有想出一个扳回局面的好办法，所以心情不美丽了。都是奴婢惹的祸，奴婢也不知道怎么帮您。要不我把各宫的娘娘们都请过来，陪您聊聊天，解解闷儿。这或许是个好办法。哎，这时候找女人过来跟我玩玩乐乐，或许还能让我解解闷儿。哎，快去快去，把他们都叫来。嗯，快去快去，都叫来啊，一个都不能少。你看我今天用的这个胭脂，昨儿买的新款，真好。小心，立正。李成辉声音嗲，王昭训腿长，黄良源胸大。哎呀，陈良娣脸蛋儿漂亮，真是难以抉择呀。娘娘，您怎么不请大家入座呀？啊，对对对，姐妹们，坐坐坐。黄良源，坐我边上。还是皇妃身娇体软，全面发展，我最喜欢了。妹妹们，玩这个游戏啊，坐在我这个位置啊，是最不划算的。所以啊，我怎么能让妹妹们吃亏呢？来来来，开始吧，开始吧，游戏开始。啊！早知道就坐在陈妃旁边了，这种好事我怎么能错过呢？占我便宜！谁占你便宜啊？你胸还没我大呢！女的的，你个假胸！哼！哎，好了好了，不要吵了，咱们继续。来，太好了，终于轮到你家了。哎，你们俩磨叽来磨叽去，到底亲不亲啊？恶心死了！皇妃，终于要到我了。没法玩了，人家又没吃大蒜，你肯定吃了。没
娘娘，您看，奴婢给您新包的柚子。这段日子啊，我感觉我整个人都不好了。我是思前想后啊，这一切都是我怀了孕之后才开始的。娘娘，女人生了孩子呀，难免会抑郁，这都是正常的呀。女人得产后抑郁，我理解，但是我不可能啊。哎呀，我觉得呀，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事业不顺利造成的，啊，才会失去了男人的自信，那方面才会出现问题。看来，我还是要把我自己的事业给搞起来，这样才能两手都抓，两手都硬。抓？娘娘，你要怎么抓呀？哼，我都已经想好了，我先借着你和赵王的关系，把赵王拉过来，嘿嘿，这样我也算吃了一颗定心丸了。赵王，娘娘。赵王他要模样没模样，要钱没钱，要能力没能力，您拉他，还不够给自己添麻烦的呢。你可千万别瞧不起赵王啊！我跟你说啊，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好歹人家也是个王爷啊，也有一方的势力。再说了，要想加速我前进的步伐，越多的势力支持我，越好。我为你用了半年的积蓄，漂洋过海的来看你。为了这次相聚，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。你来干嘛来了？我是不想来的，可是昨天皇祖母问我和绿篱的感情怎么样了，我却答不上话来，他就让我每隔3天来一次，和绿篱培养一下感情，所以我就来了。哎呀！就算你不来，我也正要去找你呢。趁着绿篱出去了，我有件事情要跟你交代一下。又有事情交代我？这个第一呢，绿篱可是我的一块心头肉，把她许配给你，我是100万个不愿意。你要是敢对她不好，小心我不放过你啊！这第二，你要是再跟那个江一月还有什么发展的话，哎，娘娘。我对着那个榴莲发誓，我对江映月已经没有了半点私情。少跟我来这套。哥们儿的意思就是，如果你还想跟那个江氏有点什么，也没关系，不是不可以，但咱不能让绿篱知道了，免得她伤心啊。哎呦，娘娘，瞧你把我想成什么人了？那你知不知道皇上这段时间又去幽兰殿了？干什么了？嘿，瞧瞧你急的，还说你跟他没有半点私情。嗨，我这是好奇的感情，好奇的感情不是什么儿女私情。皇上去幽兰殿，可是对江映月又有什么想法？怕就是怕你这个前妻快成你弟妹了。我呸！你们这个圈子太乱了，就连我这么开放的人，我现在都已经接受不了了。娘娘可是又和三弟置气了？谁跟他置气啊？是他跑来气我的。哎呀，娘娘，皇上在我们兄弟几个人当中，他的心性城府是最深的，你最好不要得罪他好。就是因为他不好得罪。哎，来，哎呦，还是那句话，就是因为他不好得罪，所以我呢才想拉你入一个联盟。联盟？都谁呀？有蝙蝠侠杨言。还有美队九王，现在又多了一个你，绿巨人。感觉不是什么好事儿。能不能加入？给个痛快话。要加入也没问题，因为现在宫里的大帮小派都不带着我玩了，你让我加入也是看得起我。只是，你还有什么好指示的？只是从宛江那事件回来以后，皇上做的种种事情，足以见他的为人和心性之深。所以，娘娘，咱们也不是外人了。
我劝您啊，在皇上面前还是恭恭敬敬的，该让就让，这样也方便你日后有一条求生之路可以走。这就是我所说的2条腿走路。你说的我有一点明白了，不过现在要紧的是，我得把联盟的人加在一起，咱们见一面。都没有了，你走吧。绿巨人，哎，我琉璃，哎，喂！不知皇上命臣弟来，所谓何事？云溪战事迫在眉睫，不知九弟认为，让哪位将军平定战乱较为妥当？朝中各将领之中，值得信任又有远征经验的，当属兵部尚书张放了。让皇后的父亲远征，怕是会伤及皇后的感情吧？这杨将军也有经验，而且也是值得信任之人，为何九弟不推荐杨将军呢？这朕只是想看看你们会如何对待此事。对于此事，朕早已有了定夺。强公公，奴才在。宣旨，命杨玉大将军率10万兵马南下，平定云溪。是，皇上。强公公，你这么着急干嘛去啊？我不过出宫办点事儿。办什么事儿？这都什么呀？这些药小姑娘不能看的。啊，这个药！哎呦，我的小姑奶奶，这可得小心点儿啊！哎，你要这些药有用吗？你个太监，你……哎呦，我的小姑奶奶，你可就别再伤我了。别动手动脚的。你还别说，我这药啊是卖给宫外的，你可别小瞧这药，这药啊可造福了不少人群呢。呸呸呸，说话没个正形。哼！绿篱，你别走啊，绿篱！绿篱，你千万别说出去啊，绿篱！九哥，吃香蕉。我这个打扮，将来一定会火。哼！哎！嗨，本王的这顶绿帽子也一定会火。跟大家隆重介绍一下，赵王，以后就是咱们其中的一员了。相信对赵王，大家已经不再陌生了吧？欢迎欢迎，热烈欢迎！欢迎欢迎，热烈欢迎！欢迎欢迎，赵王，咱们 sit down please。什么？走你！快坐。一个扬言就够让我头疼的了，现在二哥又来了。本来1条后腿还能走路，现在2条后腿。哎，九弟，话可不能这么说呀！我自从和江映月分道扬镳以后，现在也算是重新做人了，也算是硬汉一条啊。废话少说，我时间不多。我张家在朝中有1/3的兵马，齐胜命杨将军带兵南下，还部署了一些散兵，分守在北漠和北湖。整个部署没有我们张家什么事儿，你们怎么看？明面上讲，杨玉领军南下是最合适的，他的兵就在泰兴，而泰兴位于皖江北岸，离云溪很近。我觉得这次皇上是趁机想削减九弟的力量。我也这么想的，原本以为齐胜会削减我们张家的兵力，但是齐胜竟然没有这么做啊！可是想不到的是，我父亲早已和九哥还有张家结盟了。我已经让母亲回去传话了，我们以不变应万变。如果齐胜那边再有什么动静，我们就要时刻准备行动。这兴许是个时机。
来，吃葡萄。干什么啊？记住我跟你说的，不要入戏太深，2条腿走路。对了，我还没跟你说呢，我这条小命还想要呢，以后我会2条腿走路的。不过依你的暴脾气，在齐生面前控制情绪恐怕难。韩信能受胯下之辱，我这点算个屁。哎，宝贝儿，我脾气是不是特别不好？是，有一点点。看来这个是个问题哈。我最了解了，这男人啊，遇到再漂亮的女人也受不了她太强悍。哎呀，娘娘，你一直都这么暴躁啊？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唠叨了？我呀，现在是彻底领悟了赵王跟我说的要2条腿走路。现在对我来说，最关键的就是讨好齐胜。万一九王那边不成事儿，齐胜念着我的好，还能留我一条小命儿。娘娘，虽然讨好皇上对您来说很难，可是您总归是想通了。娘娘睡觉吧。哎，不跟我一起睡？娘娘，奴婢睡觉去了。你找朕来有何事相求？我找皇上不一定就要有事儿，我想让皇上看看浩儿。浩儿会做了，一会儿等浩儿醒了，我就让奶妈抱过来给您瞧瞧。他会做什么了？坐，子午我坐，C 大，坐下的坐。哦，那确实是件大事。浩儿以后还会有好多好多这样的人生大事，我希望每次都能有皇上的陪伴，只是不知道皇上是怎么想的。你到底怎么了？我就是想让皇上多陪陪孩子，共享天伦之乐啊。你不会是又变成了另外一个你吧？皇上，我想认个错，就那么难吗？上次绿篱的事情，我已经知道错了，以后我再也不会什么事儿都管了。此话当真？正所谓浪子回头金不换，虽然我已经不是浪子了，但我真的回头了。还请皇上能给我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。虽不知你的话里几句是真，几句是假，但难得你有此番态度，朕就给你个机会。今日起，兴圣宫解禁。谢皇上。娘娘，去可靠消息称，有人在大明宫看到了僵尸。僵尸？大明宫？难道这是要把小三扶正了？消息可靠吗？绝对可靠。不行，我要去大明宫走一趟。这事儿绝对有猫腻。我变成了快快
皇后娘娘。见到皇后娘娘为何不跪？算了，免礼吧。江妹妹为何在这儿啊？皇后娘娘，奴婢姓苏。姓苏？玛丽苏的苏？江苏的苏？还是苏州的苏？是皇上赐的姓。苏姑娘，你爬得太快了，是不是下个月我都该给你腾地儿了呀？奴婢去哪儿得皇上说了算，奴婢做不了主。妹妹真是口口不离皇上啊！宝贝儿，现在可是我讨好齐胜最关键的时刻，不能让任何人坏了我的好事儿。对他我是下不去那个手，这个光荣的任务就交给你了。我尽情发挥。丽丽啊，你留下来吧，好好的陪陪苏姑娘。是娘娘。江，哦不，苏姑娘是吧？皇上吉祥。免礼吧。粥是你熬的？怎么有一股粑粑的味道。因为我在粥里面添加了皇上最喜欢吃的榴莲，所以有那么一点点粑粑的香味儿。哦，榴莲粥。味道不怎么样。我熬的粥一定没有苏姑娘熬的粥让皇上称心了。你看到他了？你们都说了什么？老熟人见面了，寒暄几句，没什么特别的。哟，怎么没风啊？哟，皇上没给你吃饭呀？你要冻死我呀！算了，去给我拿个帕子擦擦手。苏姑娘，我呀，作为皇后宫中的掌事宫女，叫你来侍奉我，其实是想教你些规矩，免得你在主子面前犯了错，遭受责罚。规矩我都学过。学过呀，但是你没有实践经验呀。我这杯茶凉了，你再去帮我重新倒一杯。
请用茶。苏姑娘，我突然又不渴了，这杯茶赏给你了。这怎么了？你帮我试试水温呢？要不然我怎么知道这茶是烫还是不烫啊？有毒还是没毒啊？喏。你在这里见到苏姑娘，就没有什么想说的？尽管提，或许朕能答应你。要搁以前，或许我对她还有那么一丁点想法，可是现在，我是一点想法都没有了。你就没有心中不悦，或是对朕有什么意见？皇上，您放心，有一个让您称心满意的人在身边照应着。我高兴都来不及呢，怎么会有意见呢？我倒是想有意见，可我要是说出来，他还不得杀了我呀？好，要是没什么事儿，你就先退下吧。哦。臣妾告退。娘娘，你来晚了。僵尸啊，现在去口吐白沫了。干得漂亮！刚才我在齐胜那儿装了半天孙子，受够了窝囊气。你总算是替我出了这口恶气了。但是娘娘，你以前不是跟僵尸挺亲热的吗？我以前对他那叫怜香惜玉，现在我可不想忍了。报！说。启禀皇上，云溪来的捷报，杨将军云溪出战告捷。太好了！娘娘，吃水果。这段时间没少往齐胜那边送汤汤水水，可都没见到有什么效果呢，更别提来我这儿看看我。现在云溪也算是出战告捷了，料他也没那么忙了，一定是僵尸从中作梗，他才会对我不管不问。哼，娘娘，等奴婢得空了，就带几个宫女去好好教训教训他。他再受宠也不过是个宫女，奴婢一根手指头就能把他治得服服帖帖的。绿篱，不行，打狗也要看主人，小不忍则乱大谋。这个时候，我们绝对不能得罪齐胜。皇上能来看哀家，哀家还是满心欢喜的。可是皇上从坐到这儿就愁眉不展，云溪不是告捷了吗？孙儿并非因为政务之事心烦，孙儿只是渐渐觉得，与皇后之间越来越冷淡。
越来越疏远。即便他不再与朕顶撞，可朕依旧觉得心有不安。皇上是不是多虑了？哀家听说，鹏鹏这是学会容忍了。他不需要容忍，他只要做好他自己就好。他现在这个样子，朕看得出并非真心实意。圣儿是怎么看出来的？祖母，孙儿虽然对感情愚钝，可总归还是知道，一个女人在看到她情感上的竞争者时，会产生嫉妒。可皇后在看到江氏之后，却十分大度。皇上，哀家早就知道你把江映月接到了宫里，可是这个做法不够极端。只要你做得够极端，任何女人都会产生妒忌。只要她产生妒忌，她就拉近了和你的距离。不知皇祖母有何妙计？不如皇上趁着这次云溪大捷，让宫里也好好热闹热闹。哀家负责来搞一场不一样的大戏，到时候你只需要听哀家的。下面请欣赏舞蹈《千手孔雀》。娘娘，你有没有觉得那个人感觉怪怪的？那个人是你的未婚夫。我宁愿自己是个单身。那不是那个赵王吗？对呀，他怎么跳得这么猥琐啊？还好我当时没有嫁给他，不然我就成了最猥琐的妃子了。哼，真是的。这不是那个狐狸精吗？哎呀，这下皇后娘娘可没面子了。就是啊，皇上怎么把她给带来了？娘娘，她怎么来了？以前皇上金屋藏娇，大家还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现在他明目张胆地把人带出来了，就不能再愉快地玩耍了？皇上吉祥，免礼吧。今日我想和大家郑重介绍，这是苏小柔，希望大家以后要对她多多关照。以前知道姑娘姓苏，不知道名字叫小柔。小柔给太皇太后请安，给皇后娘娘请安。起来吧。情况了啦！灰灰，快醒醒啊！灰灰，你快醒醒啊！怎么能家晕倒了？你还在偷伦家了啦？伦家换了2个4千的裸妆，别哭啊！
本王脖子扭了。娘娘，怎么办？赶快叫太医啊！别担心，那小子装的。大家都散了吧，今日的目的也达到了。恭送太皇太后。让你扭脖子，让你扭脖子，扭脖子，扭脖子，让你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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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绿篱，你脖子没折呀？你这2天不来看我也就罢了，怎么还判我脖子折呀？我就知道你是故意的，你一见到他就心软、腿软、浑身发软。哎，别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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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一定是对他余情未了，你就是个负心汉。谁是负心汉啊？哎，娘娘，您来的正好，快帮我劝劝绿篱，她怎么一哭就收不住啊？你呀，长本事了你！你快帮我劝劝，劝劝，劝劝。没事儿，这是咱绿姑娘的绝活。行了，宝贝儿，不哭了啊。啊？怎么能说停就停啊？你呀，就是他的死穴。乖啊，宝贝儿，不哭了啊！我跟赵王进屋说会儿话，你在这独自悲伤会儿，走吧。走。赵王啊，有件事情我得跟你说清楚。绿篱这孩子是爱哭，可是今天啊，他是真伤心了。真伤心啊！他有时候啊，对你爱答不理的，偶尔也会嫌弃你。可他自从嫁给了你之后，他的心啊，不由自主地偏向了你。你们俩的缘分啊，也从此解不开了。哎，娘娘，我明白你的意思，我不是那种薄情寡义的人。绿篱这姑娘刚开始哭哭啼啼的，也挺讨厌。后来觉得她哭哭啼啼的，有时候的样子也挺惹人怜的。那你为什么一见姜氏就扭脖子呀？哎呀，我对姜氏已经没有半点旧情了。我当时实在是不想再多看他们一眼，所以才自己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下。这个还请娘娘跟绿篱解释一下。绿篱那儿你就放心吧，她也不是不懂事的丫头，我帮你劝劝。谢谢娘娘。这次来呢，我是要提醒一下娘娘，毕竟我和娘娘是在同一个阵营的，不能眼看着娘娘吃亏啊。这次皇上把姜氏带到了众人面前，娘娘您可千万不能乱了阵脚，记住我的话，2条腿走路。我会把握分寸，只是齐胜这次让姜氏正式跟大家见面了，也就等于挑明了有一天会让姜氏取代了我。哎，娘娘，这里面的事情我最清楚了。皇上他自幼丧母，缺乏关爱，面对姜氏这样的女人，哎，他是没有抵抗力的。再说了，他们在一起，完全就是习惯了对方，并不见得就是爱情。可是我也往皇上那儿送了不少粥啊！哎，我跟他说话的时候都是尽量细声细语的，也没什么效果呀。怎么没效果？皇上是故意在气你啊！他气我干嘛呀？故意气你是因为喜欢你、爱你啊！你这个女人怎么连这点都看不出来啊？他喜欢我？这么大反应干嘛？喜欢你啊？哎呦，哼！哎，他喜欢我不是不可以哈。要是能利用好这一点，促成了我们的大事儿，那就更好了。这就对了。就算事儿不成啊，我在他心里也能留个好印象。他念着我的好，也许还能保我一条小命。这才是你说的2条腿走路啊！2条腿走路。对了，现在啊，首当其冲的就是挽回齐胜的心。好，这件事情我要好好想一想，你先回吧。哎，这个绿篱的哭功简直是一流啊！那本王就先告辞了。错了，来的时候扭的是这边啊，这边，这。
走吧。好。慢走啊。宝贝儿，皇上有几日没来咱们兴圣宫了？已经足足5日了，娘娘。我还在想，您心怎么这么宽呀？这几天您该吃吃，该睡睡的。要是换做我，绿篱可做不到。我能跟你这个小丫头片子一样吗？我这叫放长线钓大鱼。我这线啊，放了这么长时间，是时候该收收了。娘娘，那您打算如何收线啊？咱们好久没给皇上送汤了，走，给皇上送汤去。好，等一下，用点这个，这是西域进贡的香粉，又名摄魂香，您今天晚上肯定用得到。丽丽，我用不上这个，咱们走。皇上好辛苦啊！我给你端来了你最爱吃的榴莲汤。小柔，你下去吧，我和皇上有话要说。皇后娘娘，皇上命奴婢专心研墨，不可懈怠。不就是研墨吗？难道离了一头驴，就转不动墨了？奴婢的意思是，毕竟是奴婢早晚在皇上身边伺候着，更加明白皇上的需要。所以我这不是来了吗？从现在开始，我一把屎一把尿的照顾皇上。你下去吧。那小柔先告退了。皇上，我喂你。皇后把朕的婢女都轰走了，皇后真的能伺候朕吗？那有什么？我虽没干过保姆，但我总知道保姆怎么做家务吧。那好，今晚就劳烦皇后来伺候朕。来，这是何物？是啊，这是何物？速速扔了吧。没了。那天，朕把小柔带去，回头想想，也是朕考虑前途。如若伤及了皇后的颜面，也请皇后不要放在心上。皇上喜欢哪家的姑娘，是皇上的自由，我无权干涉。皇上您开心就好。哦，是吗？皇后就不会有那么一些些醋意吗？皇上，我给您研墨吧。你喜欢稀的还喜欢稠的？稀的稠的。你要熬粥吗？啊！
娘娘，你醒啦？这都晌午了。奴婢想着您昨天晚上一定很辛苦吧，所以都没敢来叫您。黄毛丫头，脑子里都是毛片儿。皇上呢？皇上去上早朝了，这会儿应该要回来了。赶紧伺候我更衣。是。快。晚上吃点好吃的。娘娘您慢点。皇后娘娘，敢问以色弑君，焉能长久？等什么时候妹妹也能以色弑君了，再来和我探讨长久不长久的问题吧。您真是太厉害了。其实昨天晚上什么事儿都没发生。啊？莫非是我给您准备的摄魂香失效了？香你妹啊！昨天晚上我这张脸都被你丢尽了。娘娘，反正现在都已经生米煮成熟饭了，宫里上下都知道您昨天晚上侍寝了，您呀就别不好意思啦。以后咱们在人前人后可就更硬气了。啊？都知道了。你们听说了吗？今天宫里啊，可是出了最大的花月消息。宫中哦，上上下下、男男女女、老老少少，还有谁不知道的？皇妃，你还不知道吗？我怎么会不知道啊？无非是昨晚皇后娘娘夜宿大明宫，皇上今日起晚了，误了早朝，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此事非同小可啊！以前皇后娘娘和皇上是面和心不和，可如今呢，就表里如一了。帝后和睦，这是好事。终于有人可以治治那个名不正言不顺的狐狸精了，你们就别嚼舌根子了。难道我们3天2头来此处，不就是为了嚼舌根吗？嗑你的瓜子儿吧！明白了，我们来这儿啊，就是为了嗑瓜子儿的。那我以后啊，就做一个嗑瓜子儿的安安静静的美女子，再也不用多嘴了。来，我们一起嗑瓜子儿吧！九哥，你不要太在意，这都是误会。现如今，前朝和后宫都在议论帝后情深，只怕齐胜近水楼台先得月，令鹏鹏变了心。细想来，我与鹏鹏已是许久未见面了。九哥，要不要给你截出来？你截得走他的人，截不走他的心呢。今后本王不会再让你冒着巨大的风险去潜入兴圣宫了。九哥，那我们该如何是好啊？这样，你先潜入兴圣宫。九哥，你刚才可不是这么说的。现在风声很紧，你先去找一趟皇后，就说有大事商议。杨言，你被谁打了？九哥，你呀，你都流鼻血了。血！都说你爱操劳，但你年纪轻轻的啊，周围有那么多助理围着你，按说不应该有这么多白头发呀。有人侍候，并不等于高枕无忧。你这还不算高枕无忧啊？哎，皇上，您看哈，这些日子我总是在你这留宿，都是我在打地铺。
每天看着您啊，在床上鼾声四起的，我着实是觉得过意不去啊。确实有些不同，那你想如何？要不我上床睡吧。朕的床褥，只有自己一个人睡的时候，角度、松软程度、被子的塌陷程度，才刚刚好。你来，我睡不好。去，真是无病呻吟的玛丽苏。玛丽苏，皇上，我保证不会半夜偷偷上你的床，但我有一个不情之请。哎，我听说啊，那个福源寺啊是个求姻缘的好地方。你想去福源寺？我听人说那儿许愿挺灵的，所以呢，我就想去一趟，上炷香，让我早日摆脱打地铺的厄运。其实啊，我就是在这宫里待得闷得慌，想出去转转。如果皇上不愿意呢，那也无所谓。容朕考虑考虑。驾！这一大早还没睡醒呢，就把人家叫起来，带我来这么个荒郊野岭的地方，该不会是要毁尸灭迹吧？前面便是福源寺。寺呢？这不就是吗？哼，你逗我玩呢？这是山，不是寺。福源寺在山间掩映的树林里，从山下是看不到的。开始爬吧。爬？我是来烧香拜佛的，我不是来强身健体的。佛在人心中，心诚则灵。不经历一番路途，怎知你心中是否虔诚？爬，我爬还不行吗？来。皇上，你体力太好了，我都已经走不动了。在这里稍作休息吧。哎呀，皇上，您为什么突然同意来这儿了？该不会是为了爬山吧？朕只是想帮你完成心愿罢了。皇上知道鹏鹏的心愿？你不是说过，你是来求姻缘的吗？啊，我是说过，那晚留宿大明宫后，小柔曾提醒我不要以色侍君。可她不知道这句话直戳了我的肺管子，所以我就想来拜拜，希望能和皇上长长久久，和和睦睦。你果真如此想的？如果你此番来福源寺，还有什么别的打算？还是趁早打消那个念头为妙。难道他知道了什么？我哪有什么念头啊？我只想做一只小小鸟，但我并不想飞。我只求待在一个金丝笼里，不劳而获，免受风雨之苦。你并非小小鸟，你是与朕并肩看天下的皇后。
刚才你那番话，几分真假，我自会分辨。近来你总是提及江氏，包括你对她的态度，已说明你有了从前的善妒。啊，我一点都不嫉妒。善妒、善变，甚至虚荣、蛮横，你从前失去的，我都会慢慢给你找回来。我会容你、纵你、宠你、爱你，直到你愿意牵着我的手，与我并肩而立。齐胜，该不会是言情难附体了吧？你又说胡话了。哎，这次来庙里，你想求什么？求我身侧之人，与我所求相同。真乃曲径通幽处，不过山间豺狼猛虎多。虽是派人做了守备，但也是小心些好。这种香火旺盛的地方是不会有豺狼猛虎的，皇上你就别担心了。豺狼猛虎不可怕，只怕有些闲杂人等，比豺狼猛虎更要人命。皇上，您说这是哪的话？如果您觉得不放心，咱们现在就回去。不必了，你只要选对了该选的路，就不会遇见豺狼猛虎。形势不对，杨言，你可千万不要出现。完蛋了 ，Game over 了。哎呀，真是太巧了，没想到在这里偶遇啊！灵儿给皇上和皇后娘娘请安啦。哎，我这个妹妹演技太过了，免礼吧。娘娘，都说福源寺里面有一片荷塘，是必赏之景，要不咱们也去看看吧？啊，这……哎呀，走吧走吧，走。齐胜已经怀疑见九王的计划取消。别担心，鹏鹏姐，您不是常教导我们要准备好 Plan B 吗？什么 Plan B？ 走。哎，皇上，您知道荷花还有另外一个名字？知道，芙蓉。这个都知道。皇上，您知道千瓣莲为何中珍品？皇上，您在听吗？这双花心的称并蒂莲，3个花心的呢称品字莲，4个花心的称四面莲，多个花心的称五子莲、绣绣莲。皇上，灵儿，灵儿，娘言，皇上，皇上，救命啊！来人啊！灵儿不会水啊！娘言，救命！皇上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我不会水！救命！救救我呀！救命啊！
我陪他去换衣服。皇上，这水好浅呐！哎，不是我说你啊，灵儿，你这跟杨言结婚之后，你怎么也变二逼了？我都跟你说了，今天不适合见九王，你说你还……哎呀，姐姐，您就放心吧，灵儿这个计策绝对不会有人怀疑的。我假装落水，然后再拉您陪我一起换衣服，怎么会有人怀疑呢？再说了，您不是教过我们，Plan B 不行，我们还有 Plan C 呀。你假装落水也敢称作是计谋？你这是简单粗暴。行了，不跟你说了，这个九王今天是万万见不得。为何见不得？这也行？你们俩跟我变戏法呢？杨将军，您不是在云溪平反吗？怎么忽然私自回京了？哈哈，皇后娘娘无需担心，云溪那边的事情臣已经安排妥当了。此次，臣必须亲自前来见皇后娘娘和九王殿下，有要事相告。杨将军要说什么？皇上平反了云溪之后，就要出兵北漠了。出兵北漠？届时齐胜定将亲自出征。这就意味着，北漠出征时，正是我们下手的好时机，我们的机会指日可待了。这么快？怎么，娘娘不希望我们的机会快点到来吗？啊，不是，我的意思是说，这一切来得太快了，怕我没有时间准备。娘娘尽管放心，一切交由我来安排，娘娘只要坚定地站在我们这边就可。皇上，他们一会儿就出来了。女人就是麻烦，我们家玲玲换换衣服都要等上很久呢。朕很想知道，你和九王那么要好的原因。那臣就说了，皇上您可别生气。免你死罪。实不相瞒，臣虽然是个男人，但臣也是个外贸协会的荣誉会长。九哥他吧，算了，还是不说了。说下去。哦，九哥他乃当朝第一美男子，要模样有模样，要身材有身材，而且有谋，性格又好，又柔情似水。他对谁柔情似水？对我，对我柔情似水。够了。这段时间想要见鹏鹏一面，着实很难呐。我知道，九王殿下是因为那些闲言碎语担心了，我也最不希望你多心。我是不会听信那些小人之言的，只是一想到自己心心念念的人却和别人朝夕相处，心里很不自在。现在时机来了，只想快点事成。你的用意无非就是让我相信组织，依靠组织，不要动摇嘛。你放心，我是不会动摇的。有此番话，我就放心了。你我都应该明白，小不忍则乱大谋。现在不是计较个人私情的时候，一切事情应该从长计议，不要意气用事。此番话，鹏鹏也要谨记在心。
什么情况？突然就这样了，我也不知道啊。去。这么都能睡着啊？起驾回宫。是。皇上。赵王，你可算是来了！快坐，快坐！哎呦，怎么突然这么热情啊？现在啊，也只能凑合让你来当我的军师了。怎么了？赵王，昨天在福源寺，我与九王接头了。皇上发现了？皇上倒是没有看见，但从他的表情来看，怕是已经开始怀疑了。所以昨天从福源寺回来之后，我就一直特别焦虑。娘娘，你真是糊涂啊！那皇上对你说了什么吗？他只冷冷地跟我说了4个字：起驾回宫。之后这一路上，一直回到宫里，他一个字儿都没吐出来。娘娘，皇上这是在等你自己表态啊。好不容易换来的帝后和谐，不能这么毁于一旦啊！与其在这猜来猜去的，不如去大明宫跑一趟。啊！哎，这是绿篱给我的榴莲。哎，这是绿篱给我的榴莲。我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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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拿来吧你！我的榴莲。皇上，此次这是九王让臣随他去福源寺见皇后娘娘，唯有臣的出现和臣带来的消息，才能稳住皇后的心。这说明他们之间确有嫌隙。此次至暗中将你从云溪调回圣都，他们可有所怀疑？依臣所见，他们并无疑虑。臣说是臣的亲信护送臣出了兵营，此事无人知晓。好，那你说说，他们都谈了何事？皇上，正如您所料，他们要在北漠对您下手。唉，我的逆子扬言，到时候我一定要打断他的狗腿。杨将军，你是朕最信任的人，为南下朝屡立战功。到时候，无论如何，朕都会对扬言网开一面的。谢主隆恩。杨将军，快请起。明日你便速回云溪，定要全胜而归。至于九王和皇后的事，朕早已有了打算。待你大胜归来之时，便是朕的计划开始之时。听强公公说，皇后已静候多时了。皇上，臣妾等您多久都是应该的。皇后等了那么久，有事吗？今天晚上，我思前想后，还是有件事情想要跟您说。那天在福源寺，除了扬言，我还见了别人。是吗？还见了谁？杨月。您都不知道，杨言和张玲玲实在太不懂事儿了，因为一点小事儿就要闹离婚。杨将军害怕了，怕我知道了，以为杨家欺负我妹妹，特地从圣都跑回来调解。喝茶。我知道了。然后呢？
然后，我见了九王。九王也在，他也是请你去开解杨岩和张玲玲的吗？不，他是来开解我的。实不相瞒，这段时间我因为您，心里满是伤心和委屈。你伤心？九王殿下说，现在帝后和谐不过是个假象，不过是皇上为了稳住江家做出的样子罢了。他还说，如果皇上对我是真心的，怎么会把江氏留在身边呢？当然，我不是想让您把他赶走的意思，您千万别误会啊。那你是何意？我觉得，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，只有爱和不爱，没有可怜不可怜。您说您可怜他，但我觉得您对他的可怜，就是对我和江妹妹的不尊重。你要是真的喜欢他，就别让人家名不正言不顺，干脆给人家一个名分。看来你对朕的做法很不满。也不是不满，只是有点小伤心。朕想问你，如果江氏不存在，我们之间是否还会有那么多嫌隙？不会了吧？谁不想让皇上一心一意地爱着你？也许是鹏鹏奢望的太多了。张鹏，明知道你每次说的都是假话，可是朕却都强忍着怒气。这次朕不想再听了，你走吧。去见九王，去开解杨岩和张玲玲，拿朕当傻子吗？你们几个，谁先去看看皇上？这个月俸禄我给谁加10倍。你去，你别跑啊！皇上都喝成这样的，这酒就别送了吧。皇上吩咐，酒要每个时辰送一次，耽搁了是要杀头的。你们不要小命的话，那就进去吧。我总是忍你，迁就你，可我就是不忍心动你一根汗毛。我忍够了，够了！我忍够了！我不想再忍了。娘娘，您该休息了。皇上，你不能去啊！皇上，滚开！不能，皇
皇上！皇上，这么晚了，来我这儿有什么事吗？这是朕的皇宫，朕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，朕今天就要杀了你！皇上，我说你饶了娘娘吧！皇上，皇上，皇上不要啊！皇上，皇娘娘快走啊！滚开！你，皇上，皇上，你就饶了皇娘娘吧！你们一起杀！起杀！要杀冲我来，跟他们没关系。你们两个出去！娘娘，出去！齐寿，你喝多了吧？朕没有喝多，朕清醒着的。今天你跟朕说的那些话，朕心里一清二楚。皇上，您说的这是哪儿的话呀？您要是觉得哪儿有问题，我再跟您解释解释。那朕问你，为何你会在福源寺同时遇见九王和杨玉？他们又为何会同时出现在福源寺？你和他们有什么关系？你不要再辩了，朕是在揭穿你，不是想再听你说谎。齐少，有话好好说，别欺负我打不过你，有能耐把剑放下。你是朕的皇后，是朕的结发之妻，朕对你做的任何事情都是名正言顺的，你难道不清楚吗？